下雨了，哎呦，今天有没有办法工作呢？怎么雨这么大？哎呦，那我今天要干什么呢？我们去捡瓜牛。哎呀，好像还不错呢哈。那要不然我们先唱歌喝酒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了解我的明白呢。赶快给那个 Keyboard 老师一瓶看看。来一瓶嘛。哎，你看那个台下那个1、2、3、4、5个老师，他们今天一定很口渴呢。老师，哎呦，好了，这很贵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接到了，不好意思嘞，哎。哎呀，地道去，一滴滴都心生安，一家怎么能啊耍路，一家要了班，阿巴郎啊，把你就哈苏啊，马耍啦，乌萨吉鲁马南，了了吧。赶快捡蜗牛！哎，怎么蜗牛跑得这么快？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呢，可以走3杯呢。哎，努力诺呀阿巴拉那诺巴耶就说。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！不恰恰那啊，那马扎邦啊，就给肚子哎呀的到底，一给的都是生安，你家怎么能啊耍路，你家呀了班。就哈苏啊，马索拉乌萨吉鲁阿南，了啦吧，比白苏，比达苏爱的哎呀的你，的阿妈的那一路啊那，苏格兰加那。谢谢，谢谢，太可爱的一个表演。